来看政治大学今仔开一场总统执政周年美中台关系座谈会，有学者就表示讲，目前国际局势变化甲真紧哦，咱台湾未来压力会愈来愈大，所以伫制定政策的时，拢得爱保留存久的空间。吴志康总统热清德就任满1周年，总统热清德有针对美国对顶关税对台湾的冲击，表示要成立主权基金来投资国际市场，加强经济韧性，也促成朝野的合作。拜三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有招学者来同齐讨论对政府未来的期待。有学者认为，和去年就职演说比起来，今年的就职周年演说对中国的部分无讲伤济，重点放伫美国较济。那今天讲到7次美国，完全没有讲到中国，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很明显的这个转向。那如果这样的语气代表我们政府的就是关注的焦点的话，我们可以说这个看起来就是过去是为了聚焦在因应的中国威胁，到现在其实是要去把重心放在搞好对美关系上面。针对总统提出要成立主权基金，学者表示，这对目前台湾的经济贸易来讲，确实要赶紧来推行，特别是要照顾到台湾的中小企业。另外，学者也表示，若要扩展中美以外的市场，建议通进一步思考过去捌执行8年的新南向政策，看是不是通延续。希望这个国家主权基金提出来，能够真正的协助，因为中小企业在面对国际的这个大变革，或者说这个格局的大变化。大的公司有它的办法自己改善，中小企业是比较困难。如果可以用务实的角度来跟他们合作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刻，川普之乱其实是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希望能够加强跟台湾的合作。第一，他们不希望台商撤离；第二的话呢，台湾还是拥有非常多非常对他们来讲非常重要的这些科技啊、技术啊等等。学者认为，今年5日抗周年演说内容对两岸发展交流无讲甲真明确，可能是要搁咧观察美中之间的发展。不过，学者也强调，伫8月12美中关税谈判进程，搁有到时阵谈判确定，台湾的压力只会愈来愈大。政府爱思考要安怎用搁较有存久的做法来应应国际局势快速变化。记者张家佳、谢桂玲台北报道。